刚才在那边好像还看到王总了。这是我的名片。下次要办画展啊，买画的话可以来找我哦。好啊。您好 ，TYF 老师，您要的酒。啊，我不是。啊，不好意思，认错人了。您好 ，TYF 老师，您要的酒。不好意思，我不是。啊，抱歉，认错了。您好 ，TYF 老师，您要的酒。啊，我不是。啊，不好意思，认错了。李晨烟，我08，喂，08，喂，你在对客人做什么？没有，误会，我不是服务生。你不是服务生，那你是谁？你是这里的嘉宾吗？真的是误会，我不是服务生，我是来这里看展会的，他是我同事。你脑子坏了？出了什么事？啊，对不起，我在教育新的员工。陶宇飞，你把我邀请函撕了，你要对我负责任。你快跟他说，我不是这儿的服务生。他的确不是这里的服务生。对不起。是服务生来这干什么？没关系，误会解开就好了。但你也不是来参会的，他没有邀请函。陶宇飞，你太过分了。我过分？我说错了吗？你傻了，还不让他走？对不起。你跟我走。陶宇飞，你走！陶宇飞，太过分了！哎呀，你是李晨英的仇人？故人。我喜欢你，不过今天我的目标是 TYF。有缘再见了啊！姐姐，我手好酸呢。我们再坚持一下好吗？等一下姐姐给你们买气球还有糖果好吗？好，来 李成英，多年不见了，真让我刮目相看。姐姐，我肚子饿了，我可以回家吗？好，拿去买糖还有气球啊！谢谢姐姐，谢谢姐姐，谢谢姐姐。你一整天没吃吧？我要去吃饭，一起吗？你不是要找 TYF 吗？你认识 TYF？ 当然。可以介绍给我认识吗？好饿。尾款的部分到时候再来我们公司办就好了，谢谢。老师让我跟你说一声，他有事先走了，回头跟你联系。你是宇飞的助理，我叫秦朗，很高兴认识你。秦朗，我记住你了。杏仁豆腐，我已经不吃杏仁豆腐了。还是那么自作多情啊！这是我要自己吃的。大海龟吃得惯国外的食物吗？吃不惯，反而更想念家乡的味道。是啊，一个人在国外一定很辛苦吧？又要念书，又要赚钱。对了，有没有打算签什么公司啊？暂时没有这样的打算。为什么？是没有渠道吗？我可以帮你啊。哦，对了，忘了告诉你，我现在在做什么。康纳展演部，你真的在做策展人？
是啊，年轻时候的笑话你还记得吗？不过你也不用自作多情，我做策展人并不是因为你，并没有。因为如果没有能力成为画家，你只能做这个。我懂。我们公司下个月提案展览，专门为你们这种新锐艺术家提供展览的机会，我可以帮你哦。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真的不需要。该不会是怕自尊心受挫才拒绝吧？你不用太在意，虽然说我们公司推荐的艺术家都非常的优秀，但是你也不用妄自菲薄。毕竟你也是我的学长，我现在有点能力，一定会尽全力帮你的。你的想象力还是一如既往的丰富，先管好你自己就好了。至少我现在也比你强吧，我收入稳定啊，而且我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男朋友，是大家公认的男神邱家武。你真的跟他在一起了？是啊，他当时追了我那么久，而且他又那么受欢迎，有那么多女粉丝追，可是他偏偏喜欢我。李晨英，我发现你对男人还真是有一套。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啊。你看他，每天啊都照3餐打电话。亲爱的，哎，小叶，我在你以前公司楼下呢，你什么时候离职了？我怎么不知道？不好意思啊，他总是这么粘人。买单。我还没说完呢。我吃饱了。哎，你不是要介绍 TYF 给我吗？约的什么时候？我有说过要给你介绍 TYF 吗？好，如果我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都是我的错。麻烦你引荐 TYF 老师给我，这顿饭我请。不用了，我有钱。唐雨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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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雨菲。老师，不停吗？不停。算你有眼光。我跟你讲啊，这位法国插画艺术家 Rebecca Dotchmer 超厉害的，我超级喜欢她。可是呢，我更喜欢她前几年的那部作品《孤独巨人》，可惜啊，那是限量版的，现在已经买不到了。老板，有这本书吗？哦，有，我查一下啊。谢谢。拍照是对食物最好的尊重。他跟我说你超喜欢这本书，我找了好久才找到的，
可是我都没有给你准备礼物啊。你要想送我什么的话，随时都可以给我。喂，讨厌了，邱家武！当送我的礼物嘛。喝酒，干杯，给杯。哎，小叶，你慢点。接下来去哪里？我送你回家。我不要回家，你已经喝多了，我要继续喝不酒。能喝了，我得送你回家。你等一下，再忍一下，来，慢点，慢点，再忍一下啊。李晨英，7年了，但那些画面我是不会忘记的。秦冷，明天把我的资料寄给康纳的李晨英，不要附我的照片。宝宝，你回来啦？饿不饿呀？累不累呀？干嘛呢？赔罪喽！跪的什么呀？键盘喽！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把鞋子弄丢的。好了，你别这样嘛，之前送我的都在啊，一样的。能一样吗？这可是我今年精心给你挑选的礼物，我的心意健康，肯定不一样。好了，别生。
说谁幼稚没创意呢？说谁呢？干什么？说谁呢？我干什掐你呢！切，就掐我！把这个字卡给我调一下。哦，好。我跟老师说，还是编一个理由呢？是来救救我呀！大家早。早。哎呀，那天之后就没有看到你了，一切都还好吗？好得很啊！我那天还有个意外收获呢。当然了，准备不够的人，能够得到的就只有意外了吧？开会吧。你说什么？李晨一，你是在跟我开玩笑是吧？没有，我说的都是事实。我知道，这些都是我的错。这也可以跟我们康纳现在竞争都白热化了，你还把 TYF 的案子处理成这样，你难道不知道全亚洲每一间画廊跟美术馆都急着要办他的展吗？把邀请函搞丢，连面都没有见到。我看我们家陈英呢，是不把总监的话放在眼里了。没有总监，一凡，我帮你拜托到邀请函，拍卖会当天你也在，不是说好了你要协助李晨英的吗？这件事情我可以不怪你，但是李晨英，我要的是心。是。你用心了吗？心是一个专业人士最基本的，我付的是专业的薪水，所以我要的不是理由，不是解释，是结果。是，请总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办到。你可以站在这里，已经是我给你的机会了。我再说一次，我这个人赏罚分明，所以我要的是结果。TYF 的案子不再归你了。但是你还是有机会的。我要开放这个案子，所以这是一个 open game。现在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都有资格去做这个案子。只要谁先帮我拿到 TYF 的授权，就代表他的专业。我也会给他最专业的报酬。李晨英，欧阳红老师的画展现在进度如何？我正在跟欧阳红老师，对接背景板的颜色。怎么又是展板颜色？上次不就看的展板颜色吗？在这之前，我很看好你。老师的画展之所以会转到你手上，是因为在康纳的内部已经失败过一次了。所以，针对欧阳红老师的画展，我希望你可以认清自己的处境。因为你已经没有下一次。是。
哎，陈岩，所以你真的接下欧阳老师的案子啊？哎，惨了！欧阳老师他根本就是个超级大灾难呐！我跟你们说，如果说别人是因为追求艺术的个性偏执的话，那他刚好相反，他偏执的地方啊，根本就跟艺术无关。但是我想，老师坚持的东西一定有他的理由的。就连一凡这么厉害都搞不定这个案子。再说，今年欧阳老师的个展已经换了好几家策展公司了，真的是宇宙霹雳无敌难搞啊！陈莹姐，你现在 TYF 的事情已经出错了，如果这次欧阳老师的事情再出问题，那怎么办啊？哎，陈英姐，那你为什么还要接啊？总监指派的，我也没得选啊。不过不管怎么样，就像总监说的，用心去做就好了。好了，反正不管有什么事情，千万不要一个人扛，还有我们在啊。加油加油！谢谢你们。晴朗，我什么时候买过东西吗？李晨英小姐，请问一下，这欧阳老师的展板颜色到底定了没有？厂商说再不定的话会来不及哦。对哦，老师说今天会给我回复的，打电话问一下。算了，我还是直接去找老师本人吧，这样比较有诚意。拜托，快点快点！老师，老师您再听我解说一下，老师，老师，老师您再听我解说一下。老师，是不是说我的展板颜色不对，还是说我们根本就搞错了方向？哎，老师，老师。的敬重您，想要看到您的作品，想要看到您的展览，让更多的人欣赏到您的作品，不也是当初您画画的初衷吗？老师，为了您的画作，我准备了很多颜色的展板，还有不同材质的，您看一下，选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我立刻拿去改。老实告诉你吧，从头到尾都不是展板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啊？您告诉我一下，我去改。你说吧，你们到底是为了艺术，还是为了赚大钱？我当然是希望两者兼得了。那什么叫两者兼得呀？这说的都是表面话，一点真心都没有。真心？没有心怎么合作呀？回去吧，你们这种合作方式，我是不会给你们开画展的。老师，我跟你说的话，回去好好想一想，在没有想清楚之前，再也不要敲我的门了。
老师，桌上这些是最近想要跟你合作的策展公司资料，我挑了几个好的，你看一下。不用看了。哎，对了，李成英有回你电话吗？哇，有我的名字啊！你的粉丝？这是我粉丝吗？太夸张了吧！有点眼熟啊！你又把我给忘了。这一年里，你所有的比赛我几乎都有到哎。这一年啊，我一直在做康复训练啊。我有这么不起眼吗？哎，你手机借我一下。加我微信。这位小姐，你可以离开了吧？不好意思，你女朋友管得还蛮严的。我不是他女朋友，我是球队经理，加我的老朋友。不好意思，我刚开玩笑的啦。那我还是有机会的啦。哎，不行！你们俩在干嘛？快走啊！好，走了，吃饭了。加我已经有女。加我哥，你还记得我？我叫康康，我叫康康。快点！总监说的信，是同一个吗？如果两个信是不同的话，可以有什么交集吗？喂，你好，翟眼部。Oh yes, yes, I am. Really? Oh, Mr. Evans,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Oh, if you do come up with anything at all, please let me know at once.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Mr. Evans. 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这么多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 TYF 的联系方式。就算跟他合作过的 Mr. Evans 都不知道。照片也没有这个人是赌神吗？打了这么久了，还没接吗？八成可能还在忙吧。哦，拜托，什么时候才能打通啊？不过就想快点吃个饭啊。你也知道他工作就是这样的，别怪他了。不然我们先去吃饭吧。吃饭。
怪业界对你赞誉。惊讶，你在纽约发展的那么好，为什么要回来呢？或许我想回来多赚一些钱吧。钱？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也好，我就把你这句话当作是开玩笑。不过我会把玩笑当真哦，毕竟我的强项是帮艺术家赚钱。骗不了你吗？嗯，那我真不应该把你留在我身边，因为我想当一个神秘的艺术家。终于，不要再加第3个字了。你是说“姐”这个字吗？哎呀，我真的。我觉得，哎，不要这样。啊，张总，好久不见啊！钟小姐你好，这位就是我们的 TYF 老师。哇 ，TYF 老师啊，哎呦，你的大名我是如雷贯耳，欢迎欢迎啊。张总，哎，你好你好你好啊，喜欢这里吗？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我这个地方呢，我不敢说是世外桃源，但是你看看它，身处在城市之中，但是有别于城市的喧哗，特别的宁静。应该怎么形容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别有洞天。对，别有洞天，说得好，钟小姐真是有文化啊！哎呦，谢谢您的金口。您过奖了。好，唐老师，只要你喜欢这个地方，我欢迎你随时过来啊，把这个地方当成自己的家。我会交代服务人员，好好的满足陶老师的需求。当然了，我希望有机会能够帮助陶老师策划您的画作，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啊？有机会，有机会。哦，那谢谢啊。那我带你们参观一下。好啊，跟我来。好，来来来。哇，哎，我这个地方啊。李晨一，你绝对不能被打败，绝对不能放弃。
说我没有用真心。这个老家伙。总监，你跟你说一个小故事。当年我入行的时候，处理的第一个案件就是欧阳红老师。真的？当时他整我的程度，大概是有你的10倍之多。他那个时候也跟我说我没有心。那总监你是怎么处理的？这可能是一个大故事了。你要我在厕所里说吗？当然不是。改天吧。或许在你处理完欧阳红老师的那一天。总监，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用心啊。当年的故事是我的故事，而现在的你，你应该要说出你自己的故事。我自己的故事？不要每天在办公室里待这么晚。一个没有人生的人，是无法跟艺术家交谈的。哎，刚刚你到底怎么了？什么怎么了？你看张应天的表情，我觉得怪怪的。我就是觉得，好像有点眼熟。张应天在美术界这么有影响力，眼熟是应该的。说不定是在纽约见到他的吧。如果有朋友知道怎么联络 TYF 老师，麻烦请告诉我，万分感谢。傻瓜。怎么了？没事。你能送我去康纳吗？怎么，这个开的条件你不满意吗？我这次回来就是想要找我想要的，我想确认一下。当然没问题啊。不过，这应该不是因为李晨英吧？那就是了。还遭了好多危机啊！来，干嘛呢？电话也不接，这大家都等你吃饭呢。我忘了告诉你，我晚上到不了了。我跟你说，我工作出问题了，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那也不能不吃饭啊，对吧？我可能会被炒鱿鱼。怎么回事？这么严重？我跟你说，那个欧阳老师他故意刁难我，你知道吗？我根本就说服不了他。你是最好的，好吗？还有那个 TYF 老师，我根本就找不到他，所有人都在怪我，所有人都怪我。谁敢怪你啊？我告诉你啊，除了我，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怪你，知道吗？你啊，是我见过最卖命、最用心的人。他们都说我不用心，家务我做不下去了，家务我不想做了。好了，不闹了啊，宝宝，你一定饿坏了吧？我给你买了生煎包，还有一杯珍珠奶茶。我不要。行了，那我什么都不买了。我不要珍珠，会胖。好，不要珍珠，只要奶茶。行了，你等着我吧，不哭了啊。再哭就不漂亮了。哎，天武哥，来喝酒啊！对不起啊，各位，陈一现在需要我。啊？等我一下，怎么回事啊？回头再说啊，别走啊！哎，家务，你手机。对，手机没拿，来一个。哎，谢谢。家武哥，我是你的粉丝，明天的比赛我会穿这样到场为你加油哦。快，再喝！你也干了吗？这剩下干嘛呀？到底喝了，喝酒助个兴嘛。慢点吃。好久都没有吃这么好吃的包子了。
主要你太忙了，要不然我每天都带你去吃。骗人！你不是马上就要忙了吗？对啊，都休息这么久了。干嘛？送你回家。我还要工作呢。不是你说的吗？我干不下去了。才没有呢。走吧，不做了，以后我养你。干嘛？谁要你养啊？是吗？你怕我养不起你啊？我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自己能养活自己，好吗？我知道，但是你是我女朋友，我养你天经地义啊。好了，知道了。挺晚了，明天你还得训练呢，先回去吧。你真的可以？真的可以。那我走了啊。走啊。拜拜。我没跟你开玩笑啊，我真的养你。知道了。我送你上去吧。不用了。难得你这次这么沉得住气，真不像你。是真的没有收到资料，还是故意不打的？欧阳红老师的展板，到底要怎么样他才会满意呢？你怎么进来的？门没关。这么晚来有事吗？还没找到 TYF 吧？没有。你想要知道他是谁吗？如果你这一次来是想要再次羞辱我的话，我告诉你，你这种行为非常的无聊、幼稚、可笑。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找到 TYF 的，绝对不会求你。也许我幼稚，不过如果你真是一个成熟的人，就会知道这个世界不是靠意气用事就能把事做好的。随便你怎么想。不过现在，请你离开我的办公室，现在立刻马上。好啊，那我叫警卫了。艺术家最在意的是作品带给人的感受，作品跟周围环境的关系非常重要，而视觉的关键是什么？
你拿到邀请函，连 TYF 的面都没有见到，我想你应该不好过吧？如果你是来关心我的，那我谢谢你。但是我知道，你就是来气我的。我没有时间跟你玩，我很忙。我只是来告诉你，你签不了的。凭什么这么说？与其签他，不如签我。哼，开玩笑。我告诉你，就算你是 TYF 本人，我都不会签你的。请你立刻离开我的办公室。你说的？嗯。不要说我没有给你机会，而且不只是一次。嗯。不要后悔啊！哼。我的可山妹妹，我就知道我的手机在你这里。陈毅没事吧？没事，但是他一复原又开始加班了。加班没事就好。好，那我走了啊，晚安。等一下，既然陈毅加班，那我们也不要输给他，我们也加班。现在？嗯，加班？从今天开始，我们除了白天的正常训练以外，晚上再快走3公里，再做一组拉筋训练。晚上快走呢，可以消耗多余的卡路里，然后再把筋拉一拉，这样你晚上也睡得好，是不是？1万个赞！哎，原来你们也是来训练的，那算我一份。嗯，走吧。2个铁人。你刚才不是还有力气唱歌吗？走了。小五哥，走，走啊。好吧。好不好啊？嫁没嫁人呐？我很好啊，徐妈，怎么一见面就问我这个？我才26岁，不着急结婚。26岁还小啊，我26岁都是2个孩子的妈了。我跟我男朋友都没有这个计划呢。啊，哎，这么晚了，你怎么会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啊？刚下班啊，来吃点宵夜。徐妈。是吗？淘淘回来了，那你还不赶快叫他来接你？我可以煮面给你们吃啊。徐妈，陶宇飞不是我男朋友。是吗？从来都不是。可是那个时候你们2个挺般配的，也很开心。哦，不好意思啊，我是随口说的，你千万别往心里去。不会。哎呀，这个人呢是会变的，一定要把握好当下。哦，
你看我又多嘴了。你坐，我给你煮面吃啊。关于这一次展览的布置，我根据老师画作情景不同来分类，不同的情景会有不同的背景板，更主要的灯光部分也会根据不同的展区而有相对的色温。这一步计划已经得到老师认可了。怎么样的认可呢？昨天您说过，只要老师没有摇头，就是认可。谁说我认可了？欧阳红老师。老师，好久不见。哎呀，糟了糟了糟了！老师，您要的美式咖啡。我们的陈一还是新人，什么都不懂。如果老师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尽管吩咐我就可以了。我的疑问只针对我的策展人李晨音，无关人士不要再。
我怎么会输给你这个土包子？怎么样，陈怡？怎么样？真的搞定了吗？当然了，我们陈怡姐亲自出马哎。最好对我一直这么有信心。当然，真心不变。刚刚那个欧阳老师进去的时候脸有多臭，你们知道吗？结果出来的时候笑得那么灿烂，根本2张脸哎。接下来我们大家就要忙了，加油！耶！加油！加油！耶！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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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凡，干嘛？你还好吗？好不好关你什么事啊？没有，我想说关心你一下。哎，鼠标有问题吗？不必。我还有事看不出来吗？啊！得意吗？我看你能得意多久。干爹，你来了。来，陪我喝酒。好啊。你自己看了吗？看了。那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普遍的评价都是正面的。那他对公司的名誉也是……我要问的不是这个，我是说，你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这一次大家都非常期待看到欧阳红老师的个展，又不希望看到跟以往一成不变的个展，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们既完成了老师的要求，又完成了大家的期待。所以呢？所以我觉得策展最主要的不是要想出新的主题，而是要全面的从主观和客观达到一种最佳的平衡点。这个答案我可以接受。你终于开窍了。你来公司多久？有没有3年？半年多，快1年了。这么久了？那你开窍算晚的了。这人要开窍呢，不是被环境所逼，就是遭受了什么重大的打击。你是哪一种？我想一下啊。还给我！喂，你！你拿到邀请函，连 TYF 的面都没有见到，我想
你应该不好过吧？如果你是来关心我的，那我谢谢你。不，我只是来捣乱的。原来我还要感谢一下头羽飞。谁？哦，没什么。不管你是哪一种，作为奖励，不论是奖金或者是加薪，我都会给你。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只是昙花一现。那个 TYF 的 Open Game， 我希望你能够有相同，不是更好的表现。有想法了吗？说来听听。虽然说我现在还没有联系到 TYF 老师，但是我现在对他的作品已经非常的了解，所以我已经做了几个策展方案。接不到吗？会不会打球？来玩呢！一来一往就4分，继续。是学长。喂，加5能回来球场，感觉挺好的。是不是感觉球队里面多了一位教练？我突然觉得自己在里面好像没事干。不要这么说嘛，杨教练还是我们球队的领袖。你看，阿烈也进步挺多的。你有没有觉得他就是当年那个加5啊？像归像，但还永远没有办法取代加5。加5是唯一的。学长，你没事吧？没事，是吧，加5？重不重？就这样，继续。加5，你没事吧？没事。现在只是练习而已，不要这么拼嘛。错。比赛的时候要想怎么赢，练习的时候就得怎么拼。对，杨教练说的话永远记得。那你小心啊。放心吧。好了，我看今天就练到这儿，回家大家好好休息，明天的比赛加油！加油！你没事吧？没事，我刚刚不是故意的。刘可山，不用收东西啊。是。哎，我们陈烟这次真的是大发了，你看，全部杂志都是正面评价。不止大发，还露脸了呢。哎，你们看，你们看。哎呦呦，李晨一还蛮上相的嘛。哎呀，不像有些人啊，成天在办公室打扮的花枝招展，在工作上面倒是一事无成。王品佳，你在说谁啊？谁搭话就说谁喽。再说一遍看看。要我讲100遍、1000遍都可以。有没有家教啊你？不干你的事。怎么样？我说的有错吗？你为什么这样说我？你有什么成就，你讲出来啊！这么热闹，都不用工作吗？我是花钱来请你们吵架的吗？干嘛呀？哎呀，回去，多好啊！看什么呢？够。哎呀，你赶快藏好了你。应该没什么。什么呀？派个诱饵出去。走。哎呀，我除了你还有谁？哎呀，你多跑呢，不要乱动。可以了吗？没有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走吧。到底干什么？小五哥，你别动。站好。你怎么会在这里？我跟九位很熟啊，他让我进来的。他凭什么让你进来啊？我刚去报名黑星队的啦啦队培训，他们说我超适合的。以后我们大家每天都可以见面啦。
你不可以参加啦啦队。为什么？现在啦啦队也归你管了。反正你的家五哥已经有女朋友了。哎呦，有女朋友还是可以交朋友啊！你干嘛这么大惊小怪？我们不欢迎啊，对吧？对。家五哥是吗？我们要走了，你不许跟过来。走。哎，家五哥，你晚上会去快走吗？关你什么事啊？不准去。走。这女孩子，大马路谁都可以走的，这有什么？我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今天晚上快走取消，无限期取消。为什么？走，少废话。爽歪歪。9，为什么还是9？ 9，多做几个。8，加油！够了，休息吧。休息会儿吧，累坏了吧？汗都出来了。所以小站姐真的不用去快走了？你到底要我说多少次啊？我家小英就是这么可爱。哎，学长让我看一下吧。看什么？就看一下嘛。什么毛？什么都爱看。你也太夸张了吧，大惊小怪的，自己又不是没上过杂志。能一样吗？我家宝宝是最可爱的。你也太少女了吧。看，说到小英，小英的微信就来了。哎，学长让我看一下。什么都爱看，刚说你什么毛病？洗澡去，身上臭死了。学长刚刚也有流汗啊。我没流汗，臭啊？没有。哎，你好，麻烦找一下 TYF 老师。哦，这样啊。好的，谢谢啊。陈英姐，还是联络不到吗？是啊，最后一个有可能的电话都落空了，看来真的是没有希望了。哎，可是我昨天晚上去个一郎的聚会，听说 GK 的张总见过 TYF 本人啊，他不会已经达成协议了吧？就算这样，也没有必要逼着我们吧。小敏，啊，好。喂，你吓死谁啊？没有了，我看你心情好像不错，所以就想跟你玩一下。我心情好不好关你什么事？闪开！哦。赵子豪，你施工图的转档要不要给我呀？我还要跟木工开会的。好了，马上给你弄行了吧？你快点儿。帮你约到 TYF 了，要今晚在家。哎，你要走啊？还没下班呢。我晚上有个重要的约会，要回去打扮一下。哎，不行！你答应我今天晚上要跟我一起去联谊的，医生怕。不去了，拜。哎，不行，大家是因为你才去的。你不去我怎么办呀？洋洋，这次还是要拜托你了。老师，有位康纳的人来找你。康纳，原来你就是 TYF 老师本人啊！哎呦，上次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你好，我是伊凡。你是代表康纳来的？我们整家公司都在找老师您呢。你应该是要谈策展的事，对吧？
条件，派对的人跟我谈，就这样。对的人。陶宇飞，你把我的邀请函撕了，你要对我负责任。你快跟他说，我不是服务生。他的确不是这里的服务生，但也不是来参会的。哎，陶宇飞，陶宇飞，你，哎呦，你是李晨英的仇人？故人。你好，哪位？请问是李晨英小姐吗？哦，我是，您是？我是秦朗 ，TYF 老师的助理。哦，你好，你好，你好。之前我把老师作品的档案快递给你，你有收到吗？快递？哦，有。好，是这样的，老师交代我，请你明天下午2。发了，加油 ！Good luck！ 搞定 TYF， 你一定可以的，加油！切，一凡，你还好吗？闪开了。秦先生您好，这里真的不太好找哎。大家都这么说，请进。好。坐。想喝什么？咖啡还是茶？水就可以了，谢谢。好。这里好别致哦，是老师的家吗？是，也是画室。哦。哦。麻烦这份文件让老师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签字了。不好意思啊，老师今天不在，他也没有打算签这些文件。老师，你这样我告你虐待老公。告我？我没开除你算你幸运。你刚刚差点露馅，你知道吗？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捉弄李晨英小姐。谁规定我每件事情都要告诉你？最起码我可以演得像一点啊。哇，你越来越不听话了是吧？还顶嘴！那些文件全丢了。人家李小姐特意送过来的，真的不看一下吗？那么多废话干嘛？是，扔。陈英姐，怎么了？没成吗？我还是先去跟总监报告好了。哎，怎么会这样啊？不是说有陈英就行了吗？怎么还是不行啊？哎，一凡，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关你什么事啊？早就告诉你不要买炮了，尴尬了吧？我怎么知道啊？哎，走了走了走了。倒数10秒钟，10、9、8、7、6、5、4、3、2、1，快点！我看看是什么？什么呀？什么呀？哎，我看。给我！你背耍了，哈啊！什么鬼啊？老师，说句实话，我真的不懂这有什么好笑的。就是因为你不懂，李晨英也不懂，只有我懂，这才好笑。幼稚。什么？再讲一次。啊哈，我先下楼了。有没有合理的解释？没有。那你知道你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吗？唉，你们觉得陈英能不能活着出来啊？很难吧？这么大的失误哎！哎呀，天哪！陈英姐应该会被骂到体无完肤吧？哎，这个你们就不懂了。我告诉你们，要是总监呢还愿意骂你，那就表示他还把你当下属看。但是要是……你没有听见什么吗？什么都没有。难道？哎，哦，陈英姐。总监，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李晨英，你这是干嘛？因为我要对这件事情负责。走了算什么负责？那我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你跟 TYF 到底有什么过节，但是很明显的，他觉得你不是他的对手，看不起你。我建议你，如果对方想玩，你就跟他周旋下去，让他看看你的志气。姚老师，这次的画展真的办得非常棒哎！而且经过我大力的推荐，聂总监终于同意我们康纳今年下半年度的新锐展由您当领先主打。那太好了，再帮我谢谢聂总监。好。只不过这次 GK 开口的条件似乎是你们的2倍。哦，是吗？秦先生吗？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就这样结束，你老板一定要给我个交代。
要是今天没有回应的话，我明天就直接杀过去。看不起我是吗？我一定让你看清我的能耐。TYF。可珊，喂，可珊，郑山跟舒慧要结婚了，真的，太好了！哇，美不美啊？太漂亮了！美吗？好看吧？太美了！太幸福了！很好看啊！太漂亮了！好，休息一下吧。谢谢谢谢。哎，你们真的觉得这套好看吗？好看啊，好看呢。好看，好看，老婆，你穿什么都好看呢。胡说八道，我不管，我还要再换一套。你还要再换一套？这套已经很好看了，对不对，佳武？你说说话，对不对？对呀，真的很好看。你今天打扮起来，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啊！哦，所以我平常是很丑了。no，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是，陈茵，你帮我一个忙，好，你帮我换另外一套，我们两个一起换，我两套做比较。我，拜托了，你换一下吧，要不然我们都回不了家了。好了好了，走吧。走。陈茵，没想到你穿上婚纱还是挺有女人味儿的呀。你到底要看人家看多久啊？好了，就这两套，哪套好？我觉得我身上这套比较好看，你觉得呢？不能同意更多了，就是这一套。那我把这件换下来了。哎，难得穿上婚纱，照一张相吗？不要了。哎呀，别不好意思啦。走了，走了，走了。哎，贾文，你杵在那边干什么？难得穿的人模人样的，上去跟陈茵照张相啊！好。杨老师，那我先回公司了。哎，这不是 TYF 老师吗？是你啊！你今天穿这么的端庄，差点认不出你。谢谢称赞。喂，怎么了？呀！你现在在哪里啊？你赶快过来啊！你在哪里啊？我在公司后面的咖啡厅。哎呀，反正你赶快过来就对了。你要找的 TYF， 他现在就在这里。TYF， 来，哎，小燕，去哪儿啊 ？TYF， 你给我好好等着。没想到你也来了。这间是我开的店，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吧？接受邀约的时候，说是来参观学弟妹的毕业作品，顺便给他们一些建议。
如果知道这是你的地方，我就不会来了。怎么？你知道自己违背承诺，没脸见我是吧？什么承诺？你还装傻？你忘了你当初答应过我，你会走得远远的。我的确走得很远，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永远不会回来。你别以为你现在有个什么 TYF 的名号就可以回来呼风唤雨的。你想造神是吗？很好，因为我绝对会让你摔得很难看的。我跟你说清楚，第一，我从来都不认为我自己有什么呼风唤雨的能力，更不想被造神。第二，我跟你的事7年前就结束了，更不会再有什么续集。不要太自以为是了。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怎么是你啊？你是要结婚？哦，不是了，等一下再跟你解释。小米，千里姐 ，TYF 在哪儿？啊，高高瘦瘦的，穿着西装，刚刚往门口去了。给。把话说清楚，为什么要耍我？耍你？小姐，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吧？姚一鸣，李晨音，我懂了，怪不得你会让助理这么耍我呢。你还记恨在心啊？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你怎么这么小肚鸡肠啊你？你说什么呢你？我到底耍你什么了？你被耍了，哈哈哈！你知道这7个字让我在同事面前有多丢脸吗？是，当年我是举报你贿赂了评委，可是你也害得我差一点退学啊！李晨音，你跑到我的店里胡说八道气什么呀你？这是我的店，我的地盘，你到底想干嘛？不要再装了 ，TYF 老师。我 TYF 不是你是谁啊？我不是 TYF， 他才是 TYF。把话给我说清楚。那你先告诉我，你对什么事情不清楚？我拜托你成熟一点好吗？你都几岁的人了，你是有多幼稚啊？不好意思，我就是这么幼稚。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呢？你不是在纽约待得好好的吗？为什么千里迢迢的回来耍我？什么呀你？你不是怀孕了吗？
还好吗你？还好。GK 的张总把合约给我了，他还算有耐心。我帮你看过合约了，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条件比康纳好。放着吧，我待会儿看。真的假的 ？TYF 就是陈英的学长陶宇飞？没错，我昨天第一次看到陈英姐发这么大的火，哎，吓死我了。现在场面搞得这么僵，那不就代表以后没机会和 TYF 合作了？李晨英的事是他个人的，他能代表整个康纳吗？而且你们觉得他可以在这里待多久？康纳需要陈英，少了他地球都不转了。我不管，反正我就是挺他到底啊。那他走你也走啊？我没有人要走啊，大家都是好同事嘛，应该好好合作相处啊，对不对？总监要的是成绩，像你们这种团结只会互相取暖啊，迟早会拖垮彼此。哎，你到底凭什么这样说你？好了好了，不要碰我！好了好了，总监，对不起，我失败了，我没有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你的确是失败了，但是从哪里失败，就要从哪里站起来。怎么站啊？我连一点失利的机会都没有 ，TYF 他就跟我有仇，处处针对我。这一战，从一开始我就败了。不对，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不是你，去吧，去过你安逸又平凡的人生吧。为什么这么信任我？因为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过去的自己。我现在想要跟你说的话，就是当年我想跟我自己说的话。我不会再让您失望了。我再也不会认输。你说什么？我永远都不会认输，永远都不会。很好。陈一姐不会被开除吧？哎，不会，不要担心了。各位，给大家添麻烦了。从现在开始，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耶才对呢！太帅了，陈一姐，加油！加油！看来这场仗还要继续打下去，我也不会轻易认输的。
不对呀，我等了这么久，不就是要来找他的吗？哎呦，我到底在躲什么呀？哎，张嫂，加油！老板，一碗阳春面。好嘞。还有泡菜跟小黄瓜。哎，好。哎，这么巧啊？跟踪我？没有，我是刚好经过。没想到你也会来这里吃面啊？你当我是仙女不用吃饭啊？不是，我是以为你都去比较高档的餐厅。老板买单。你还没吃完呢。先走了。哎，等一下。你很闲吗？不要跟着我。对不起，我只是想要多认识你一点。你喜欢我？啊，你是嫌我身边的男人还不够多吗？我跟他们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小弟弟，我不是像你这种人可以喜欢得起的。啊？我不是小弟弟，而且其实我们两个年纪差。简单来说，我们是不同世界的人，懂吗？哎，先生，面来了。谢谢。啊，没事儿。老板，我要一个阳春面。哎，好。然后还有泡菜跟小黄瓜。好。哎，子豪，你怎么在这里？好巧啊！哇，我们两个点的一模一样哎。你也喜欢吃小黄瓜？啊，你也是个健康的男生啊。是啊，好巧啊。哎，这边很好吃的，我经常过来的。我是第一次来。真的？那我们以后可以一起来啊。哦，不然我每次一个人好孤单的。我吃饱了。啊？我还有点事，我先走了。不是，哎，你还没吃完呢。你慢慢吃啊，我先走了，拜拜。不是，一起吃啊。小姐你好，请问需要什么样的款式？让我帮你介绍一下。我先随便看看。哎，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结婚前都要办这种单身派对啊？那是因为
那间包厢啊，该不会有很多年轻的辣妹吧？不可说，不可说。但是我这边大会报告一下，等一下来的美女一定是质量一流的，一流的，一流的。哎，等一下，真的，这里不太适合我，我先走啊，我先走。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既来之则安之。你是不是又忘了我是谁？我常壮山，我让你当靠山。来来来，靠。走，来，来，倒酒啊！来，哎，来拿着，喝，干呀！来，他们这是。老婆，你怎么这么久才来？人家好想你哦。哎呀，淑慧姐，你精心策划的告别单身派对是这个啊？不是啊，我不知道，都是他啦。他说帮我精心策划，叫我带你们来这里。我真的比你们还意外啊！啊，我知道了，壮山哥是放心不下我们学姐。你在说什么？我大丈夫，我拿得起，我放不下。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来安排一下座位。哎，淑慧，今天是你单身的最后一天，你看现场这么多男生，我就让你坐我旁边。好，那陈音呢？哇，这么漂亮的一个美女，现场有没有男士愿意认领呢？好，有人认领了，是不是？来，可山，你跟小 P 很熟啊，你坐他旁边。哎，记得吧？小乐，哦，女主角，请上座。哎呀，肉麻死了你！请。哎，好，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呢就要点给我们下一对新人。歌名就叫《小确幸》，让我们为家务与陈音掌声一下！上来！好吧。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没关系，照唱，你可以的啊。手在琴弦转个圈，幻想个新世界，记录生活100种苦辣酸。